议员蔡小伟以台南市106年到110年的出生率甲生育率来比较，民国106年，台南市每1000位人口只有7.3位的新生儿，一直到110年，生育率每1000位妇女只剩0.78，也就是生不到一个新生儿。出生率甲生育率拢哪来哪加，因此提出6都的托育奖来比较，希望伫个托育中心甲托育人员会用有更较侪奖励甲补助。生唔敢饲袂了，整体全国的生育率是逐渐下降。未来我们台南市政府如何再来优化我们的托育环境？我们的托育人员，我们给予的奖励又是什么？我们愿意去面对这个问题，来检讨中间我们的托育人员他们的流动率。坦白讲，托育的我们要增加钱，那家长我们要多补助钱。那家长多补助钱，然后让这个托育环境更好，家长敢生，然后这个托育机构能够收得到这个幼儿，这比较重要。因为今年那个托育津贴也提高了嘛，所以跟我们托育协会这边来讨论的话，我们今年已经提高它的收费，原则上朝9任跟评鉴的成绩的奖金，还有收托我们弱势的身障的这个婴儿这边为主体，后续我们朝这3方面来做努力。剩下的后面再一点一点跟局长讨论啊。除了关心0到2岁托育政策，另外伫个台南的青壮年人口大约有56万人，占总人口数高达30%，但却无一个青年专职机构。青年的事务分散伫个经发局的青创专区、甲研科会内面。对此，议员希望参考桃园甲高雄青年局的规格，建议市长伫个连任以后，一定要设立青年的专职机构。台南新闻林跟杨顺怀采访报道。